執政，佢可以翻去舊嘅時代，舊嘅時代佢哋話晒事嘅，佢話點就點嘅。咁呢個係諗咗個計仔，因為佢覺得佢如果同安華，如果同史旺李敏喺埋一齊，佢覺得係唔夠撈，佢可以做首相，佢可以執政，佢可以翻去舊嘅時代，舊嘅時代佢哋話晒事嘅，佢話點就點嘅。但係呢幾年雖然講2018年到而家，我哋經歷過起起落落，但係總體上呢個國家係往正確嘅方向去嘅。我哋而家喺財政部做嘅好多嘅政策、推嘅法律，都係為咗避免以前發生嘅事嘅。點樣講？上個星期我喺國會，我代表財政部推咗一個法令，確保我哋嘅呢個每一年國有Petronas俾政府儲嘅錢，儲俾下一代嘅錢，我管得更加緊，因為我哋唔想以後邊個仲嚟到好似我攞政府嘅錢放喺自己嘅戶口呢，我哋愛確保避免咁嘅事。我哋管嘅，譬如講政府唔可以借幾多錢，政府愛做咩，愛經過國會，呢啲全部都係為咗將來馬來西亞越嚟越好，而唔係往過去嘅方向。當然有好多人講，呢樣唔好，嗰樣唔好，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你而家睇大嘅方向，總體經濟係有起嘅，總體經濟當然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感受，呢個我哋明白，唔同嘅群體佢有唔同嘅影響，但係總體上經濟係有提升。咁你點樣睇到經濟提升呢？成個國際上面對咁大嘅問題，但係馬來西亞仲係維持嗰一個局面。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政府點樣嚟講都維持住小市民唔會受到國際嘅問題嘅大嘅影響。但呢個唔係容易做嘅喎，唔係容易做，唔係講你講人哋喺外國排隊去打油，你講馬來西亞從今年2月28號伊朗打仗到而家，你冇講有一日停油嘅喎，冇講有一日停油呢件事就係一個大事嚟嘅。好多人唔係冇諗清楚講，哇！你政府睇唔到佢做咩嘅？但係喺個咁大嘅危機喺伊朗打到咁嚴重，全世界至少亞洲好多地方冇油嘅情況之下，我哋冇一日少油嘅。你清楚睇到講，呢個係背後有做工先有喎。第二，舊年我哋推咗布啲95，即係講你打油，OK 199.9，199.9打仗嘅時候，伊朗打仗3月4月嘅時候個油價有幾高？如果有睇報紙嘅都知道，但係政府冇轉喎，仲係199.9喎。所以你而家睇通貨膨脹仲唔係好嚴重，相對於其他地方，因為政府有保住，有盡量喺更辛苦、更困難。財政部嘅責任就係保護住大部分嘅人唔會受到太大嘅影響。咁呢個國際上以後可能仲會有其他戰爭喎，可能會仲有其他嘅問題喎。但係政府係有心，政府有清楚知道講點樣確保小市民嘅生活唔會受到太大嘅影響，所以盡量做到最好。呢個唔係容易㗎，我想同大家講嘅時候，好多人講話你做政府你一樣㗎嘛。但係2月28號打仗打到而家，大部分嘅市民冇咩受到影響，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希望，大家可以睇到講政府係有做工。